你好，我係 Doris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30日嘅香港資金流分析。以下資訊係由彭偉新提供。喺2025年5月30號，恒生指數收報23,290點，全星期跌咗1.3%，波幅達到441點。資金流方面，開市競價時段全星期錄得23.1億港元淨流出，5個交易日當中有3日出現流出，不過收市競價時段就流入咗245億港元，有3日錄得淨流入。全星期淨流入金額係221.9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185.5億港元多咗36.4億，顯示資金動能有所增強。成分股方面，有43隻上升，37隻下跌，當中石藥集團同快手分別勁升22.4%同9.3%，但比亞迪股份同吉利汽車就大跌15.6%同13.2%。資金流入股份有60隻，流出23隻，流入對流出比率係2.6:1，其中阿里巴巴同小米集團分別錄得102億同38.1億港元流入，而騰訊控股同網易就分別流出41.5億同36.3億港元。國企指數方面，全星期收報8432點，跌咗1.8%，波幅190點。開市競價時段淨流出24.7億港元，5日中有3日錄得流出，而收市競價時段就流入咗202.8億港元，3日呈現淨流入。全星期淨流入金額係178.1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158.3億港元增加咗19.8億，升幅約為12.5%。同過去5星期平均流入168.7億港元相比，增長5.6%，顯示投資者對國企板塊信心穩定，資金流動略有改善。至於科技指數，全星期收報5170點，跌咗1.5%，波幅有218點。開市競價時段淨流出16.4億港元，5日之中有3日出現流出，收市競價時段就流入咗110.5億港元，3日錄得淨流入。全星期淨流入為94.1億港元，較前一星期嘅99.1億港元少咗5億，資金動能稍為疲弱。對比過去5星期平均流入112.5億港元，少咗16.3%，反映科技板塊短期吸引力有所下降。總體嚟講，恒指同國企指數錄得資金淨流入，顯示投資者對港股市場保持謹慎樂觀態度，特別中意醫藥同消費科技呢啲板塊。不過科技指數就出現資金流出壓力，三大指數資金流動同過去5星期比起嚟有明顯分化。恒指成分股入面，資金流入動力較強，但星期五 MSCI 換馬引發咗交投波動，有可能影響數據嘅準確性。投資者要密切留意後市波動同板塊輪動嘅趨勢。